伊主要讲的设备都愈暗会愈热闹，等下咱来继续带观众朋友来了解戏班大会历史甲现场状况。咱搁要继续来关心今仔的新闻大代志，将发生伫新北市三峡死伤真严重的车祸，因为这个驾驶已经78岁，嘛搁引起老大人换驾照的讨论哦。有在地人就讲，这个驾驶伫5当前哦，嘛捌驶车启动着硬车。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讲，应该恢复原本记点和检举的制度，来淘汰一寡高风险的驾驶。三峡北大国小边仔重大死伤的车祸，78岁姓叶驾驶是疑似涉嫌肇事盗业，搁弄红灯，互坐伙换照的争议搁互讨论。伊今年2月拄伫台北监理所坐伙换照，驾照的状态是正常的，有效的日期是到2008年的2月19，无违规无结的案件。对监理系统来看，一切拢符合规范，但是却造成无辜性命的过往。一纸合格证明的后壁，敢是无顾到实际的风险？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，真正的关键是他们的功能。那例如他们的认知能力、注意力、反应速度、操作协调等等。今年1月到2月，全台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有469个人，其中坐伙者死亡是211个人，差不多占总死亡人数的45%。虽然交通部要求75岁以上的士大人逐3年拢爱换照，但是未去管过去的记录。民国31年7月初1进前出事的无强制换照，互几十万的士大人变作无换照的乌数。日本是大概5年或者是各限定年数，你就要回去再做一次交通讲习。那针对于老龄人口的话，我们其实更应该做到的事情是加强他们的体能检测，那加强他们的对于认知的部分。大种数据拢提醒讲，年岁无应该是唯一一个条件。个别身体差嘛是同款来考虑，安怎去降低坐伙士大人交通安全面对的风险，去补到现有制度面欠缺的部分，嘛是要等政府细心来考虑。伫新闻做了之前，交通部还未对外说明5日控周年的记者会嘛话停，行人路权团体呼吁恢复原有的记点和检举制度，同步检讨台湾驾驶系统性的问题，建立培训机制，提选而且再教育无涉入和高风险的驾驶人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